好，咱感谢美心的气象报道。刷咱来镜头看，这是倒位的粉林倒立，这是倒立汤厂啊。大家拢讲啊，倒立汤厂咪真久无用啊，无唔对，30年无用了。最近啊，县政府来甲改造，内底变做民众会当来参与，还有对外产业，和这个汤厂会当继续甲民众的生活做伙。请揭牌。云林县政府从差不多1000多万的经费，将倒立汤厂打造成做德创基地。时间把一个原先是封闭、与外隔绝的这个废墟，我们把它重建。云林县政府伫咧草岭石壁打造516公顷的世界级德甲地标。德甲本身就是建设的产业，伫咧遮除了会当熟悉真侪种无共款的德甲品种，了解德甲产业发展，佮有趣味的 DIY 活动体验。德创基地保留原有地形地貌和汤厂的设施，结合周边德甲的产业资源，未来有机会将做全台湾重要观光、佚佗游览的好所在，互云林倒立变更加热闹滚滚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